由第10屆嘅全運會球員到第15屆嘅主教練，我同籃球有着密不可分嘅關係。佢哋開頭有啲緊張，之後都 OK。我出生喺澳門，祖籍東莞虎門。對我嚟講，澳門同虎門好似人生中兩種截然不同又相輔相成嘅節奏。咁喺今次小組賽完咗之後咧，有一日休息嘅，咁我就翻咗去虎門啦，揾我堂哥飲早茶。早晨，啱啱喺東莞啊嘛，跟住就專登過嚟呢度，過嚟喺南城嗰邊過嚟。南城好平，係啊。翻嚟飲早茶係雷打不動嘅習慣，呢啲熟悉感就係家嘅味道。呢幾年虎門嘅變化有好多，路啦，由一個沙塵滾滾嘅路變成一個石屎路。而家細路仔就喺度玩遊戲，記得南塔小學啊嘛，跟住有條斜路，跟住係斜滑梯咁樣當跑上跑落啊！跑上跑落，細個就係咁樣玩嘅啦。以前可能要好長時間，要6-7個鐘先翻到去，但係而家咧可能係個半鐘就翻到去。咁亦都見到周圍嘅環境啦，以前好多工廠。咁依家咧就有大廈啦、商場，記得有一段時間好長冇翻嚟，一翻到嚟，哇！點解多咗咁多嘢嘅？咁今次全運會咧就喺粵港澳3地舉行啦，好榮幸可以代表到澳門嚟到東莞比賽，聽到鄉音好似就喺主場一樣。舊年我哋粵澳杯嘅比賽咧就喺大朗。今次嚟到大朗1+1俱樂部，我希望將來可以帶到澳門嘅球員嚟到訓練，亦都可以把呢度先進嘅經驗咧帶翻去，為澳門籃球揾到借鑑嘅路徑。你哋嗰邊嘅比賽比較少？少啊，係啊，所以如果呢度有搞比賽咧，我睇下有冇機會叫到澳門嘅球員。哦，有，因為澳門好缺乏呢啲場地。哦，可以啊，到時如果有需要都可以過嚟得練。作為東莞青年會嘅副會長啦，同埋虎門同鄉會嘅監事長，呢個係一個使命嚟嘅。我希望搭建更多唔同嘅平台，等兩地嘅聯繫得更緊。呢幾年我嘅最大感觸係從貫通到融合，希望透過體育成為管澳嘅通用語言，青年成為連接兩地嘅橋樑。